邢妈妈到王房两人商量办法，聚媒费，男聚咱们相亚出面，媒费搭聚。可相亚阿肯出面呢，没问题，因为相亚小辰光里还受过苦，体谅不人家的苦。刚好定当两个人分手。王芳回到皇帝身边，邢妈妈回到里向告诉媒妃暗暗里的心。但是想不到，王芳他是刚刚回到皇帝的身边，高级本章进京。皇帝见了这位的高级本章，送律之费口恶，气得那个人浑身发抖。为啥？刚系人王上妃。人王，你啥个身份？你是我的阿叔，大家才是自家的人，你为啥要上妃？嗨，挂来挂去挂啥？挂我不晓得。人王来过信，当商量，要我立宪制，我死下来让另一个儿子来继承皇位，我分答应。我哪答应？我搿点年纪，我做行为的有些儿女，我答应子，我的小儿女就没办法继承皇位。耿耿于怀，除非起兵攻打皇城，等皇位满我江山。可么人王，你负心，虚挂我负喜。你要上妃，错违法法，不客气，我怕兵镇压，杀！怕啥人气呢？要怕出去个人，眼眼的要是人王心腹。人王，我手堂上向党羽交关，哪弄法？哎，原来一个人我信任，啥名王兄高丁神。王兄对我忠心耿耿，对大义商量，归上王方到公相府。欲请王兄进宫议事。王方好啊！现在辰光叫我到姑相府去进来，想要嘛，真正很有的比赛。我山下忙后上一道两勾的，干干净净打一上领子，在金子房野王林下木棒里向磨皮起汗，吃工上磨背，一大路在姑相府头皮下马，打上来一口，哦，张总阿哥当背，说呀，谢谢。张老哥，哎呦，皇帝的心腹不够带没？哎呀，黄公公您好，哎，有何贵干呐？今日里有重要之事求见相爷，相烦老哥通禀一声吧。哎，好说您稍待。好嘞。千里外头等一等，门公哈哒哒哒，一个批队奔进来报相爷。后事报来，回相爷，黄公公求见相爷，请相爷定夺。王芳来着，王芳是皇帝的心腹，今这里来的阿伟都遇上皇帝的要紧事体。来，是有请相他相见。是答应太长老的。哎，黄公公，老哥，咱们老相爷有请相堂相见了。多谢老哥了，请了。好嘞，说门做了。一大路往正相当而来，但别说一里在里向一口，哦，来想要举重手下来，虽如必经必佛，但是马上去不为而死为，不逆而死逆。来想要忠良，王放对你接轨真经，也请真正依让大让来恭恭敬敬。这个老相爷在上，奴被皇方叩见老相爷了。哦，王方是。少礼一旁送下，奴被谢座了。旁边手顶同儿送上香茗。王法老相爷，今日到此有何贵干？老相爷，
奴辈今日到此，乃是奉了万岁爷的口谕，想请您老相爷进宫议事啊。哦，原来如此，正是。好，你稍待片刻，老夫更换宝帽，即可进宫面圣。老相爷且慢。因何且慢？今日奴辈到此，还有桩天大地大的事要禀报老相爷呀。还有何事？讲就是了。这个也可以是俺的计划人来呀。该桩事体王家催事，哪个呢？老相爷，一提此事，总要您平退左右，奴辈方能告知。哦，也真事体，罢是一回。第二年岂不太当的王法？老相爷，私下夫人，你可讲了？这个也可通通太当后头，该打只有两人还讲着。那么写出来，那就是俺讲着呀，信着呀。红上能立起来，道理门子一拨，双膝跪下，一着这个喉咙。哎呀，老相爷救命啊！不理呀的，杀气呀！哦，懂了，杀气，嘿嘿。平常到皇帝不管不去，乱不想管人。皇帝呢，他一冲礼。今朝大概从杀到皇帝光口要杀你者打出来，打到我打，为啥打到我打？皇帝们是我定讲得上闲话，所以叫居民请我去帮忙做手卡。也帮你，也帮你。王方的的确确对皇帝忠心，但是真假要真假的，一群这个不管不君，我怕看不惯。王方，老相爷。你身犯何罪？哎呦，老相爷，不是奴辈犯罪了啊！既然负罪，因何高先救命你？哎呦，老相爷呀，为来为去，为了咱们万岁爷他犯罪了。皇帝犯罪？嘿，稀奇哉！皇帝犯啥个罪？哪怕皇帝犯之罪与杀人还典礼个罪，真是吧？所以他身犯大罪了你。老相爷呀，您容禀啊！圣驾。听不懂的，嘿，为来为去为啥？为之女人，还要为之女人吗？想想皇帝又不是今朝为女人，昨日为女人，登基8年，登基的主席，随一年都要花叉叉的，莫非为了女子之事？正是啊。
岁爷进龙宫看美人，看中的美人非是旁人，乃先王爱妃万岁的妈妈。想要气婚，皇帝啊皇帝啊，你真正何做配啊？你娘爷啊！想想不对啊！皇帝个娘啥人？冯国泰。冯国泰50开外年纪，皇帝不为呀，蓝宫里的王法相爷，在冷宫之中，是啊，他心神明水。哎呦，提起此人可是赫赫有名啊！先王身旁天下第一美人，梅婉容，梅妃娘娘。不，梅妃娘娘，正是她呀！道理细致呀，想不得分析那蓝宫里。王法是，事先他可能追想那先王爱妃。哎呦，万岁爷事前并不知情呀，写的字比中啥子文？可不要龙龙天上飞，龙天上三个中山呀！老相爷呀，非岁的心生爱悔，他是亏担只肯来读书。总是为水中，写得出来一刀两头再头死人，这就好了。哎呦，老相爷呀，大事可不好喽！大吉祥，一盏玉楼起配酒，梅妃她非一即是眼灵本，那梅妃她有孕啦，有孕了。是啊，好啊！一旦梅妃产下灵儿，大明江山预计有神了。是啊，大明江山可不后继有人了吗？可是老相爷，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真是恶雷披梦里雨，张扬真功的风声，白天是来气内冰也种下水上他民。一定要把梅妃马上处死。幸亏秦妈妈想出了缓兵之计，暂时保住了梅妃的性命。可是您知道啊，正宫娘娘她是反复无常啊，万一马上又要梅妃死，哎呦，我和秦妈妈可都是奴才，我们可就再也无力回天了。所以奴才想来想去，现在只要朝堂之上有一个人，他肯出面相救，那梅妃就不死啦。哦哟，这个王爷里的大个，我不知阿认得上。王法，老相爷，
此人他姓甚名啊？谁？提起此人，非是旁人，就是您老相爷呀。怎样相说？老夫难了你。您老相爷一品当朝，爱您如子，又是皇兄赤胆忠心。最主要，您老相爷也是苦出身，而且也是私生子。休要胡言乱语！那么属于这个怎么？哎呦，老相爷息怒，老相爷息怒，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胡言乱语。老相爷，你可一定要救救这位可怜的梅娘娘。您救了梅娘娘，就是救了未来的小太子，救了小太子，就是救了万岁爷，救了万岁爷，就是救了大明的江山。你可一定要救救这位可怜的梅娘娘啊！想呀，恶挑大志，好一个忠心耿耿的义母。我不想绝，谁人想绝？梅妃吃个口，但我死他个娘，与啥个两样啊？深深怒气从我恨非说爱是太花心上灰害得梅妃要把命能送刮来刮去，这个尸体啥人弄出来的？皇帝可么老驾临为上一灵神，那皇帝唱个后，我心上来但手上待我密集体子把真人生举非所谓当然相聚女家用对我去吃了皇帝叫你来救梅妃。哎呀，我去吃了皇帝的时候，皇帝阿肯救，皇帝不肯救。为啥？梅妃与西子到比里向的国学皇家的后代，但是皇帝要救真公阿肯罢休，真公不肯罢休，要两里并一并去对坐罢居。梅妃罢了，两个奴才为休。王方行宫人也不得真公出这样口气。这个两个虽然讲奴才，侪是好人，行之好心不好报。不，我高定神绝不可以这样做。哎，大夫娘，我听个皇帝实际去判断真公娘娘。待我到朝阳，我来去真公，恳求他忙开一米来哭用。我固定人去举了一个门人，骂我一点点冷意子，
高抬贵手，放过美妃。哎呦，妹妹讲，我是讲去讲真公阿伟答应真公问答应，因为你晓得我脾气，不答应我要硬上一插一拿。这表面上答应我，爸爸你放心啊，你走去啊，本人来讲没用干，那个面子我答应。我们当你真的，我会走去，我是一家跑脱，你想想我固定人要嘎高场杀美妃，我不去讲美妃不会马上死，一讲马上就死，不头大。那么我自家来，我自家哪有点能力？然后清官难斗家务事，皇帝的家务事我讲你管不了。哪办法呢？定他们与内应里应外合，咁内应外与现成的有两个，新工人王芳，这个两个才是奴才呀，不怕用上的呀。哎，原来啥人？嘿嘿，皇帝皇后你都才不要恨。啥人？皇宫里的老长辈。他们是想起了风国台，想以礼让楼下用。他与老长辈先他与出让，注定你对归在王法等一等，更无把毛压向大叫事宜动身，想要上轿子，王法上墓碑，一骑轿子一骑马到后宫门顶桥出桥，王法和墓碑两个人进宫见驾，门上皇帝在塞，叫我来阿有啥个事体？那么皇帝说：“王兄啊，实讲都刚是人王上犯，怕啥人去镇压，怕出去个人，我不大放心。想要两家思索，哎，有了，怕出去个人，你啦担心啥？是张婆是人王方面的人，放心，我当然不举一个。”我跟外甥3月份忠心耿耿，皇帝一听，对啊，事要大内商量，大内一商量，事体马上解决。一大圣旨，3月份带领人马平定人王的辰光，百事为上，我夫妻交代着。想要你皇帝个让没事体在会队上犯塞，出前请功，不忙外头去。忙正后队了对过来，够昆人工、鸟工实到4人工，他有个手才。公寓来，打公寓身上，我要举荐他有公寓不够怠慢，想要忠心耿耿的，千里外边等一等，要进到里向，避免他与之间想要打进4人工，毕恭毕敬。神见国太娘呀，千岁哦，哈，够天，愧必胜。谢太后。来，一棒金灯赐走。玉米之干来到中规宇宙，谢他给金灯把好，香牙叉。身体受定，可你受定身体，他与他一门子。本大奇怪，你公定人今朝讲与宋大之事也举起了他与，哎呀，你是一品当然，遇上宋大之事，就应当去到皇帝商量。今朝承担我4人宫里，不知啥个宋大之事啊？你受定身体嘛还门子？啊，够天！
非想到的哀家4年宫中，欲后怪改。旁边是讲的人不能讲，王家崔氏体面官，我太娘娘，苟且是关送他，万亲娘娘便退走右，神方能追上。这个我就弄得来神秘兮兮，为见个病态走远，方能告上。干嘛呢？为只听嘛，人家手钉子嘛，报数一回，公路他给通通推打熬的，给他这上2人，你还讲着吧？哈，苟且，4大岁见余神要事，内口讲了。还刚才旁边没人在，那么给我盯人啊！你好好讲讲呀，他也不是龙班，你激动，心里想急。现在个喉咙晃一声，我太娘娘，大事不好了！哈，他又不能一哈得了呀！哎呀，对里妈妈去上个班队家，我心脏病也不能哈出来过。哟，苟且，真是大事不好了！且知太尉怎样？只因当上天子，道德人公私少美妃，那里追想一朝乘风，美妃身为落脚，朝阳真公分析此心，定要杀人英雄。老臣不知还则罢了，老臣追晓岂能随随帮quân？各位对本毛氏见得王公，取名太尉，请太尉做主。哈，来他一哈得了呀！哈，王公你想出这是哪种事体呀？哎呀，皇帝呀，皇帝呀！你再能爱说太话，那还去走寻美妃呢？美妃是那养个妃子娘的身份呀！哎呀，弄得美妃在身为落家，而且真功得亲，也努力杀。想想个美妃名口啊！那来王的手里，你是贵妃，我是西宫。你来三姐妹来得严寒，因为送这个真宫马门，来王的得宠美妃，你是为恨在心，来王的一家本随行着美妃，努力当日郎宫。我见不是法，就在那老真宫手里。我不办法娶美妃，只好口里眼睁睁当着老公，我心里想已经义不够着。想不到，但是今朝日人老想，聚谁非说，谁浪告谁呀？美妃口啊，趁新郎相聚。哎呀，但是我拿句法，皇帝不是我的亲娘家。不是的亲儿子，家从头比总归家从三家，而且现在个新妇真宫马门得见，大举夺来。我唐师爷去娶美妃，半夜打新妇胖家。哎呀，老我说啥不错，年纪轻人光吃点口杀口，老来口嘛真正口官。打新妇胖家，为与我喊你家狗个啦，那么那办呢？勾定人了，你是相聚的，到底是大理一旦商量商量。勾劝，向美妃玉内，哀家力大相聚。恭喜太尉，有妻美，相我与相聚之心，对不够许此印度举灯之样。哀家否与相聚之力，使之内后。他有个哎，我讲的交关实在，相聚能聚法。对啊，他有个顾虑，还要体谅你。一把年纪在，大新胖将留来的人家那家里难够法。
可么难办呢？有了，你只要肯举这个事体就好办。他呀，我初步的想法，我想什么？真宫娘娘要杀梅妃，理不是说的嘛？梅妃养个辰光同岁弄杀了。对。那么新妈妈到王房这个两个，你一定要比让谁要举梅妃的？到辰光叫这个两个先来告诉我。梅妃要养人，我进宫。我进宫，我去登了郎宫附近。关照新宫人王房杀梅妃同岁要买。叫梅妃呢，害居民当害得香。这里害得香。王老王那害居民。来真宫的老不要紧。我们来闯进郎宫，我们来背面孔。真宫啊，真宫。郎宫里向二爱希望的爱妃该当后生半夜郎的口鼻头里。口得比你最好不语完。口得比你是顶好。对官。我是帮啥？帮考上去你到王师王。我背要啥哩？你王师王们哪背你？王师王们要请你出场噻。也我出场。龙该搞你了，上班你出场的也够飞呀个。你不要硬装。我来硬装。我做文明，我来唱，我来拿。你做白面，你做好人，旁边的切边，看看边个，切边啊切边总归外观。你叫他旁边做切边模子。这个事体就好办了。这个一吃一唱一打一当，搞得你糊里糊涂，梅妃把你大字报了五级。也真是如此。这个是我初步的想法。我辰光为余一段。对官。梅妃要养为有2个多月。不错。凭我的智慧，我想2个多月当中要想一个比较完美的办法。问题还是不大。定好么呢？能够发出上。对。真正龙该讲接地，你是讲跑出来来帮一帮忙，来答应着，我还放心着。那么那个郎呢？接下来我发来了。发来了，你就拿5桶写信啊？哎呀，我发来呀。你想呢？真宫也不是刚的，经常到那个搭来往，将来搭档，这里搭出苗头来吧。对。这个档搭不起来吧。所以我想呢，那个郎发来要5桶信息。王放令我录的。叫他理想这个桩事体，你当我至今有啥个事体啊？交流当中来送信，应该没问题的。好，也真是如此。讲定着，讲定了。告是想要围队上他与出使人工，倒是打出来天边了。那个辰光天浪向动云密布，倒是现在雪花飘飘，落雪着，雪一路一头，按过上了，一点点分过上了。想要出宫上轿子，为啥不过上了？拉动南京。哎呀，那样子可以让他与非要出场，这个事体也要保了梅妃的性命。一切拉动这个南京，所以大奥的上轿子，让2分过上。轿子为主公相府，轿厅让轿子厅出轿厅到里向宝帽下特到失望，想也蛮放心。闭目养神，来让思考，救梅妃，除脱我去南上，还有啥其他办法？让动这个脑筋，不晓得想要，你会过上2个多月，再了。定心，那定心啊，非要定心。啥天郎宫里向已经出事体的，可到底那行业要何为其说？